再来关心这高雄大寮山顶里的居民呢，是来怨叹讲，自从过年了后，就定定闻到臭酸味。这里长一个问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就是进前南区回收厂火烧。这过年呢，垃圾量阁真济，所以环保局是甲1500吨的垃圾拢囤伫个大寮的垃圾场，唔才会造成这款的环境的问题。居民是来批评环保局事先拢无通知，所以要求赶紧来处理遐个垃圾。 怪手将粪扫卡入去太空包底，然后封起来蹲伫边仔，现场就闻到臭味。其实这个月初都一直有人甲里长反映，讲附近闻到臭酸气。原底是一阵一阵，后来是规工拢有，互居民真正是挡袂了。原来这是因为南区资源回收厂小气，过年期间处理袂起的粪扫，环保局暂时再来大寮粪扫掩埋场坑，总共1500吨，当地居民拢无接到通知。伊伫内底嘛是闻到迄个臭酸味啊，出来嘛是佫较重啊。 当时闻到，当时开始闻到。过年前都拢有啊，过年前都一直拢闻到啊，到最近还佫较重，佫味佫有够重的啊。你当阮喊阮孙哦，遮细汉就讲，阿妈那个是什么味道？怎么那么臭？一开始的反应的时候，他都一直跟我们说，哦，他们会处理，他们会处理，然后他们会喷除臭剂，然后的方式去抑制。可是这样子反应了2、3个礼拜之后，哦，就是一直也都是没有解决。 然后后来他才跟我们说要打包，用打包的方式。里长这期要囤粪扫无成功，向环保局环境有臭味，佮拖到顶礼拜才来甲粪扫包起来。环保局表示，因为包粪扫爱晓叮当，这阵味才会遮尔重，因为赶紧相关的作业，这包好的粪扫后续会分配送去焚化炉烧。为了避免异味的发生，我们除了增加消毒水跟除臭剂喷洒的频率以外， 我们会加快打包的速度，那最快会在周4之前完成打包。当地居民要求粪扫赶紧再造，环保局强调，南区资源回收厂目前正在修复，按算3月中左右就会当开始烧粪扫。目前处理不了的粪扫会先调去其他焚化厂，袂阁囤伫大寮。记者柯家如、邱超阳、高雄场报道。